我哋呢度有鈴蘭花嘅杯墊或者茶壺墊，同埋玫瑰花嘅披肩，呢個係大塊嘅。今日我哋先嚟織呢個玫瑰花，織3個邊仔，2、3，跟住織長針就係圈2個圈啦，然之後退2個圈，退2個圈，跟住咁樣。第一行呢，就係織12針長針。呢個第一個3個邊仔嗰個唔計嘅，因為1、2、3，跟住織12針啦。好啦，我哋嚟數下呢度幾多針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然之後呢，將呢條繩拉緊佢，拉緊之後呢個位，第一針同第二針個之間個位做一個引拔，跟住呢，再織1、2、3個邊仔。然之後喺同一個位，呢個位織1針長針，2針長針，同一個位織2針長針，跟住1個邊仔，然之後呢，再喺下一針同一針裡面織2個長針，1個、2個，然之後1個邊仔。呢度12組全部都係，只係第一組呢個位多咗一行，多咗呢個1針。2針長針，1個邊仔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呢度織咗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組啦，然後最後呢度都係要一個邊仔啦，然之後再喺呢個位。第一針同呢個第二針中間呢個位，仲有一個引拔啦，跟住呢，再織1、2、3個邊仔，然之後呢，再喺呢個位織一個長針，然之後下面呢度織2個長針。跟住再織一個邊仔啦，同呢個一樣啦，對翻呢個隔一個格啦，跟住再喺呢個位織一個長針，然之後下面呢一個又織加1針嘅，同一個位置織2針，再織一個邊仔隔開嘅。跟住再呢一個又係加2針啦，又係加針位啦，織晒呢度再講。好啦，織到最後呢度啦，又係喺呢個位啦，引拔呢度1、
2、3，之後咧呢個位，其實你睇呢度啦，呢度1、2、3啦，咁我哋頭先喺呢個邊邊呢個位加1針啊嘛，咁我哋呢度3針就可以分開平衡翻嘅，咁有中間呢一針，所以咧就用中間呢一針嚟加位。唔好喺第3針，唔好喺最後呢個邊邊位呢度加針啦。如果全部都喺呢個位加針呢，咁個線形呢就會唔夠圓啦。我哋錯位加針，因為佢就會歪埋一邊啦。咁所以呢，我哋而家應該係喺中間個針加針嘅。咁我哋呢度呢又要織翻1針啦，跟住呢，中間呢個位加1針，呢度咧織翻個1針隔開個位，然之後咁樣，中間呢個位加1針。同一個位置織2針，再織一個邊仔，跟住再喺呢個位，要圈一個圈，呢個係長針嚟嘅。咁即係話1、2呢個3、4，第4行雙數，第4行開始之後，雙數嘅行就係中間最中間個位加針，即係話隔一行係中間位加針。跟住隔一行呢，就係側邊呢個位加針，隔一行呢，就係最中間個位加針。好啦，每一個組合呢個一組，呢個一組嘅，呢個一共12組，每次都係加12針，每一個組合嗰度加1針，一個係中間加，一個係側邊加。中間加側邊加，一路咁樣隔開嚟加，織到你想要嘅大細啦。你可以係呢啲杯墊嘅 size 啦，茶壺墊嘅 size 啦，亦都可以係披肩啦，好大好大嘅。好啦，我哋就嚟到最尾嗰幾針啦。呢度咧就係呢行喺中間加啦，呢行側邊加啦，中間加啦，呢度就側邊加啦，再織多1針，跟住呢度咧就織返過嚟鎖針，再鎖多針，跟住就可以剪線啦。呢個線頭掹返緊佢，跟住就可以織嗰啲綠色嘅葉啦。我哋而家呢度咧，就量度一下，到嚟中間呢個位咧。大約中心呢個位50度啦，咁乘2即係等於100啦，100 cm。呢個線頭咧收一收，
跟住就去剪咗佢啦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嚟勾呢個葉啦。呢度一個勾一個出嚟，跟住一個邊仔，跟住咧下一個針個位置咧就織一個短針，跟住呢就織5個邊仔，1、2、3、4、5，跟住咧呢個位1、2空2針，跟住咧第3個位嗰度織一個短針。跟住再1、2、3、4、5，都係1、2第3個位呢度織一個短針。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。如果嚟到呢個位咧，呢個位都算1針嘅。如果織到呢度，咁呢度咧就1、2咁樣喺呢個位織，呢度都當1針嘅。好啦，咁大家織晒呢個圈去啦。嚟到最後呢度啦，1、2第3針啦，織一個短針啦，1、2、3、4、5，呢度1、2第3針呢個位啦，就織一個短針啦，跟住織一個短針啦，1，跟住就1、2、3個邊仔。呢個4、5、6、7，跟住咧呢個1、2、3、4，第4呢個位織一個引拔針啦，跟住再織返1、2、3。再喺呢個位，呢個織返個短針。好啦，而家呢個位咧就織一個短針，然之後咧呢度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然後咧倒數1、2、3、4呢個位就挑一條線，然之後咧就織過嚟，呢度拉過嚟做一個引拔，然之後呢度1、2、3，三針。再喺呢同一個位織一個短針，然之後再隔離呢度織一個短針，織1、2、3，然之後織一個長針，一個長針，跟住織一個邊仔，第2個長針，一個邊仔，第3個長針，一個邊仔，第4個長針，
然之後呢度1、2、3，然後呢，就喺同一個位呢度織一個短針，跟住再隔離呢度織一個短針，跟住再織返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重複呢一個，即係一個葉啦，一個織鈴蘭花個位啦，跟住就一個短針，有3個邊仔，跟住就織一個長針，一個邊仔，跟住再一個長針，一個邊仔，一個長針，一個邊仔，一個長針。呢度織1、2、3、4，中間4個長針，跟住後尾呢度3個邊仔，再一個短針，然之後再下一行又係短針，跟住7針啦，7個邊仔，倒數第4呢個引拔，跟住再3個邊仔啦，同呢個一樣啦，7針，跟住倒數4個，倒數第4，跟住呢就做引拔啦，跟住就再織3針，再織一個短針，跟住再去隔離織一個短針，跟住3針，一個長針，一個邊仔，一個長針，一個邊仔，一個長針，一個邊仔，一個長針，呢度織4個長針啦，跟住再3個邊仔啦，一個短針啦，咁樣重複，呢度咁樣叫一組，一個呢個，跟住加一個呢個鈴蘭花個位，就呢度一組，呢度織出嚟呢會係雙數嘅，一組一組咁樣，一組兩個一組。好啦，大家繼續織埋呢個圈去啦。好啦，最尾呢度1、2、3，然後呢就喺呢度織返個短針，然之後再喺呢一個位做返個引拔，再織多針，跟住就可以剪咗個線頭，就呢度可以剪咗佢啦。好啦，葉部分呢就織完啦，到呢個位置織鈴蘭花啦，喺呢度穿過去，帶線過嚟，跟住穿3個邊仔，1、2、3，跟住翹一下，呢度織4個未完成嘅長針，咁樣穿過去，拉2個線圈過嚟，跟住再織另外一針。2個線圈，第3、第4、第5，呢度一共有1、2、3、4、5個線圈。一次過拉過嚟，跟住再一個鎖針，再下一個位置嗰度，下一個洞嗰度1，
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呢度1、2、3、4、5，連埋頭先嗰一針呢，一共有6個線圈，一齊拉過去，跟住再一個鎖針。2、4、6，連埋頭先嗰個有6個線圈，3、4、5、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一個鎖針，到最後呢格，一共係1、2、3、4、5，五組嘅花瓣。2、3、4，好啦，最後呢個嘅第5呢，就注意下啦，呢個穿過去微勾線嘅，反過嚟。就要一個圓圈咁樣去穿喺外面呢度穿入去，唔係呢度穿，喺呢度穿過去，跟住喺呢邊勾線入嚟，再拉過嚟呢邊。跟住呢度再一次過拉5個，然之後一個鎖針。咁下面呢度呢個花就會連埋一齊啦。跟住再喺呢個呢一個位，第3呢個位，第3針呢個位置，織一個引拔針，然之後再織3個邊仔，1、2、3，跟住再喺呢個第一個位置呢度織一個長針。跟住再織3個邊仔，1、2、3，跟住再喺呢2個嘅尖頂呢個位挑2針，做一個引拔。
然之後再同一個位呢度，再織多一針長針，再織1、2、3個邊仔，然之後再喺呢個位做一個引拔，呢度再去到下一邊下一個洞呢度，織一個長針，跟住再3針。跟住再織第2針，每一個洞位呢，就織2組2個長針，1、2、3。呢度穿過嚟，好啦，再去下一個位，下一個洞位呢度，織2針長針，2個倒鈎嗰個花邊，1、2、3。再織一個長針，1、2、3個邊仔，織咗2針啦，到下一個位。1個長針，3個邊仔，2、3，挑呢2個位，再一個倒鈎，一個引拔，跟住再織多1針。之後再1、2、3，呢度又織咗2針，到最後呢度再織2針，1、2、3，第2個長針，
就再織1、2、3。然之後呢度喺呢個第3針呢個位，做一個引拔，拉過去，然之後再鎖多1針，剪線頭。跟住拉緊，收返個線頭。好啦，我哋收返個線頭先。跟住就可以剪咗佢啦。個花就織完啦，拉返整齊佢，拉返均勻佢。好靚啊！完成啦，好靚啊！收返啲線頭就 OK 㗎啦。